后来乡亲过来是正大消息，今仔日是823炮战的和平纪念日。总统蔡英文、新北市长侯友宜、甲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拢到金门。其中，这个蔡英文甲侯友宜伫个太武山的军人公墓同台。这个过程当中，两个人拍招呼，简单来问好，互动自然。不过，侯友宜伫个金门走透透。为什么无甲同款伫个金门的郭台铭来见面同台呢？侯友宜讲，因为这两天的行程拢排真满，时间上有限，礼貌上有不足，会阁找一个时间当面甲郭董事长来，郭董事长来甲请益。表情严肃，总统蔡英文祭拜结束，走向边仔新北市长侯友宜参金门县长陈福海，简单点头致意，所来个走向后壁参加握握手。823炮战的纪念日大场面，侯友宜、蔡英文伫太武山军人公墓讲台，向国军英雄致意。两个人伫广场见面的时阵，有简单开讲。侯友宜煞雄雄嘴也开开，目睭淌大泪，互人真好奇蔡总统到底是甲讲什么？蔡英文总统跟您说话，他在做。今天来的最主要的都是来表达在823金门的所有的牺牲的。和蔡英文到底讲什么？侯友宜无要讲，只不过以金门走透透，煞无缘含共款伫咧金门的贵党的讲台，侯友宜是安尼讲。因为这2天我们2个行程的安排，时间上有限，礼貌上有问题，我会再找一个时间去当面来跟郭董事长来请。蔡英文任期内最后一摆前往金门参加823的纪念日，笑脸过去国军将士的奉献。今天的稳定、繁荣，都是来自于在座的护国英雄，以及每一位为了守护家园而牺牲的英烈。指控之诉总统大选特地要交啊，823郭台铭、侯友宜、蔡英文做回来到金门，嘛互和平纪念活动提升到总统的顶级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